世界萬行台攏佇咱台灣新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吳平仁。這幾禮拜大家咧講安怎來提升着生育率，有囝不分，但是當機一世良，敢通看做同款找一家人？聽好報稅手尾繼承來比較，敢會鼓勵生育？甲輔助社會安全網，今仔日四位專家學者甲董事者鬥陣來討論。來，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清華大學社會所博士班候選人張婉珠。大家好，我是張婉珠。那麼第二位，地方政治工作者廖玉嫻。大家好，我是廖玉嫻。那麼第三位是台灣伴侶制度支持者林品業。大家好，我是李品業。那麼第四位在線頂的是咱的職業律師林嘉宣。大家好，我是林嘉宣律師。那麼繼續咱來看，這台灣生育率咧全球上低，有民間團體就呼籲講愛保障無結婚的伴侶通好來飼囡仔。長期的政策來講，嘛會當參考着西歐的國家建立着同居伴侶制度，來保障着伴侶的權利，互伊婚姻以外，閣有通啊無共的選擇。台灣去年生囝率無到0.7，已經是全世界上低。若是生囝會當免結婚，台灣女性敢會有無共款的選擇？兵團針對台灣民眾敢支持獨身女性生囝，也是無婚姻關係伴侶生囝做民意調查，發現若是法律和政策無其他的配套措施，無支持的人較濟，但是若有配套支持的人有增加。如果這些保障措施全部存在的時候，你會支持未婚男女育兒嗎？結果變成黃色，68%。如果有完善制度保障，我支持未婚男女育兒。同樣的，如果有完善制度保障，69.5%說我支持單身女性育兒。雖然去年行政院會通過人工生殖法草案擴大對象，讓獨身女性也會當使用。不過，民團建議長期政策部分，未來修法會當參考西歐國家經驗，建立同居伴侶制度，法律保障伴侶權利，但是免建立姻親關係。去因想要生囡仔，卻無願意進入傳統家庭結構的族群。公婆的關係，或者是岳父岳母的關係，就是姻親文化的這個。整個形塑出台灣的婚姻文化，是讓女性在這樣的文化當中感覺到受到束縛。當婚姻正做壓力台灣之一，愈來愈濟人無要結婚，甚至無要生囡仔，甲同居當做一種選擇，也是甲朋友互相扶持。內政部上新統計也指出，2025年全台一人家戶超過4成。有學者就質疑講，即馬台灣的制度無法度互遮的人得到減稅，也是佇破病的時陣請家庭照顧假才會上懸權。顯示法律甲制度有緣停佇咧婚姻內底，改善制度才袂互遮獨身也是同居的人佇社會福利甲權益漏交去。記者綜合報道。咱要用1點鐘的時間吼來講這個問題，其實是無夠講哦，因為看社會佔面真懸啦，哦真濟。我頭頭就講啊，伊手尾要繼承，啊伊有權利無權利，啊有的就是講獨身呢，頭頭新聞來講。獨身的女性，伊家己要生，啊，伊無法度，因為咱的人工生殖法內面規定講，有合法的婚姻關係，才會當生囝，哦。那麼真濟情形啦，那有一種可能，觀眾朋友有的人就感覺講，啊，無奈呢，真正這是啥物社會？啊，恁就兩個就是有意愛，啊，住鬥陣，啊，現在無愛結婚，啊，閣想要生囝，啊，你干那這個破空，啊，這到底是啥物情形？啊，恁是咧支持啥物？吼，所以我先講吼，也咧讀博士班，啊，咧做這種研究吼，婉珠，你甲咱講，這是啥物情形？是社會氣氛已經社會行到遮，還是講無咯？咱台灣就是行較頭前，有一群人就是安尼，而且有可能對着生育率有小可提升，啊，而且我咧看，對着社會安全網可能較有幫助。你安怎看？其實頭拄仔講到，咱這到底是
是安怎呢？是咱是台灣敢有行較頭前啦？其實無，人法國差不多伫要30年前，人就伫做即件代志啊。啊，其實這是甲歐美咱講個人主義有關係，係因為咱若講婚姻就較傳統。啊，婚姻就是你結婚，人攏講，迄毋是兩個人的代志，迄是兩家伙的代志。你知影新聞就講，講內面都打雞打官一大堆啦，對啊，啊小姑啦，有誒無誒啦。係啊，啊你若是結婚兩家伙的代志，足麻煩的，佫足濟代志愛處理的。啊，毋過像即種咱講伴侶制即種物件，也是講咱即擺過來大家想要懷結婚懷生甘願要跟他登記就好啊。甚至我佫有熟悉有誒朋友，伊講伊結婚是為着要生囝。伊若是有法度家己一個生囝，伊無愛結婚。哦，嘿，對，所以就是大家開始感覺講會愈來愈濟選擇，啊，感覺若是較人講華語講彈性，較彈性，大家會較願意講啊，過來後擺咱會使生囝，啊是講咱有當時啊是敢若想要兩個人做伙爾，咱也無一定愛，咱是為着要生活，啊，毋是無一定講一定愛啥物愛情才來結婚安尼，所以是愈濟選擇，佇即個社會來講是。愈來愈多元愈好安尼。啊，安尼敢會你在你社會學的這訓練內面看，安尼敢因為新的制度出來了後，較多元，敢會破壞過去傳統的物件？一般來講，咱是頭拄仔。還是講其實已經破壞啊，其實是另外才生出來。倒一個是因，倒一個是果。後壁講這其實嘛無啥物破壞，無破壞就是講。我是講較立體啦。咱兩個制度吼，咱若是配套做了好來講，其實是無影響的啦。我若是感覺我較愛有保障，我較愛我感覺家庭真好，我感覺家庭真重要。咱大家攏來選擇婚姻這條路。啊，毋過若是感覺講，我都無想要兩家伙舞甲安尼一把鏈糖，足複雜的安尼啊，咱就來選兩個伴侶。啊，毋過其實法國有一個足新鮮的，就是因頭先伴侶制出來的時陣，因是甲這當做一個試婚的手段。就是咱先生活看賣啊，啊，咱伴侶即擺會使有保障，安尼咱試看，哎呦，其實啊，咱著伴侶遐久啊，不如咱著來結婚安尼。對，因頭先有個人會安尼想啦，嘿。啊，有迄個農假相親的無？就後來就講安尼就規氣莫結，安尼就袂歹啊。嘛是有啊，這一定會啊，啊，就是若是有較濟選擇的機會之下，咱其實我感覺是有好無歹啦，因為咱中研院的鄭燕新老師伊有做過研究，伊講咱台灣其實咱頭拄有講到少子化嘛，對，咱即擺大家愈生愈少，啊無就是無愛生，啊是安怎無愛生？其實毋是無愛生，其實是大家無結婚。頭拄有講到，咱新聞遐有講到，講有差有4成的人是獨居的，對啊，所以其實這是較重要的因素是。但是你睇下講到制度吼，我有限你愛小等下，我申請即個我驚這信號會無去吼，咱線頂的這咱的林律師吼，你甲咱講吼，目前如果若要莫講比較啦吼，要比較着這法國的 PACS 來做處理吼，咱台灣還佫有啥物物件？譬如講，他記一個咧，這人工生殖法，這嘛要改。啊，其他的愛佫改啥物？是毋是安尼？哦，傷筋動骨安尼，敢會？還是講無咯？一兩三下啊，開始較挑起來，安尼就會使。其實，但是單身的查某囡仔要家己生一個囡仔，除了較拄仔講的迄個人工的生殖的法律愛改以外，法律上其實無去講你一定愛結婚才會當生囡仔。啊，你要家己飼，當然啦，阮的制度頂頭是毋是愛去設計，比如說社會的福利，互因較濟，迄是會當去討論的啦。毋過法律上即馬要去看講，是毋是有啥物做的，愛去改的，互即個若無改，即個單身的查某囡仔無法度好好甲伊的囡仔撫養大漢，其實是還好啦。其實是有權利去做即件代志，法律無去甲限制講袂使啊。林律師。有一個字叫做非婚生啊，非婚生啊，如果這個獨身的這查某囡仔，伊家己懷孕，吼，不管伊是用什麼手段啦，吼，伊就懷孕，啊，伊會登記的這囡仔，伊到時陣就要變做收養，才會當生伊會生，啊，無就愛寫非婚生。無這個問題啊，因為伊是因母啊，這個囡仔生出來了，因為就是因母啊生的嘛，所以本來就當決定講
就是伊若無找着一個爸爸，還是講法律上伊就是無要甲即個爸爸有法律上的關係，其實伊咧報戶口的時陣，伊就是會當選。這是自然認定的啦。嘿，是無即個問題啦，本來就當甲查某囡仔。無即個問題嘛，就是自然認定，就是講啊，你就自然有即個自然的即個生產。因為即個囡仔是你生出來有出生的證明，啊有這戶政那邊個會當講好，安尼個啊你若無找着爸爸，還是講你無登記講有一個爸爸的名，安尼囡仔自然就對你姓嘛，這無啥物問題啊。所以在你的觀點看來，這個伴侶制度甲提升生育率之間，敢有直接的關係？你要互一對伴侶有一個選擇的機會，因為其實啦，阮處理足儕離婚的案件，坦白講啦，有當時啊，翁仔某的冤家是因為婆媳的問題，還是講兩個家庭冤家嘛？可能我討厭，我討厭我的舊人。還是我討厭我的丈某，查某可能安尼講，還是講查某可能講哦，足討厭阮大家，還是大看的。所以有當時阮會變做是兩個家庭做伙有足儕個問題。啊，你若是講選擇一個較單純的，比如說伴侶的制度，互這個是兩個人做伙，毋是兩個家庭做伙。啊，你嘛免講啥物啊，查某囡仔嫁過來了，除夕個一定愛來阮兜，還是講安怎，互大家有足儕彈性，還是講自由，其實是有可能去互人佫較願意去做伙，啊去生一個囡仔啦，是有這種可能在啦。所以你對你的經驗來推論講，有可能會促進，但是到底促進偌濟，咱嘛毋知嘛吼。無對，因為這嘛是甲台灣的。啊，在你職業的這個過程吼，律師，在你職業的過程當中，你感覺大家即擺少年囡仔吼，差不多30歲之前呢，受到傳統束縛的這個比例有較懸無？譬如講，我比一個例，那過去阮的時代人講，查某囡仔若無嫁出去，啊，你是最孤薄，啊，厝的神主牌啊是愛甲你。這真麻煩哦，無出嫁就愛去姑娘廟啊，安怎拄安怎？有介濟傳統啦，啊，毋過我身軀邊的有伊朋友是，其實做者查某囡仔無想要結婚。即擺攏無這個概念。不管因有男朋友、女朋友，因攏無想要結婚的原因是，其實伊家己一人過了袂歹。那坦白講啦，其實我身軀邊的做者查某囡仔的朋友，因家己攏有袂歹的工課，袂歹的生活。啊，毋過因若要結婚，因要放棄的代志足濟。啊，有當時啊，甲看因翁是毋是神隊友，啊，若毋是是豬隊友，啊，迄個婚姻就足恐怖的。所以真濟查某囡仔會想講，啊，我其實一人過了袂歹，我工課嘛袂歹，啊順啊，我要出國出佗，家己去佚佗，我想要創啥就去創啥。我一定愛行入去婚姻內底嘛，特別是因可能看到佇咧婚姻當中，因爸爸過了袂歹。因媽媽為規個家庭付出，毋過爸爸有當時啊嘛無咧甲珍惜的時陣，伊個會想講，我真正愛去行即個傳統，去找一人結婚嗎？即件代志真正是有需要的嗎？我家己的觀察啦，我身軀邊的朋友其實真濟是感覺講無迄個必要一定愛結婚啦。意思講，即使是因有查某朋友的狀況攏會安尼啦。是。啊，律師，咱小等一下吼，我翻頭才來問你講，關於着如果若是進兩步的，他都要進一步，就是講伊拍死伊就無愛，根本就無愛甲人有任何的即個交叉，連動機的行為就無愛，伊要獨身一世人的嘛有即種。啊，有的是講，咱未着結婚無就賣，吼，這是即種。有一種是講已經登記啊，但是後生囝，但是即個法律上確實無法度來保障。吼，安全拄安全，咱小人再來討論這個問題。刷來，我就做見證吼，看玉賢哦，你來講你目前，因為阮是其實節目當中為了節目，才會來問你講你的婚姻狀態啦吼。你即擺的情形就是符合咱這所講的講有登記的事實，嘛有生囝，但是恁就是無結婚。我應該是講無結婚，還是講無愛結婚，還是想無閒，無法度去結婚。哦，你是倒一種？
我就是感覺，我本來是感覺人無結婚無生囝，快樂一生，的這種想法。不過因為我等於婚禮嘛，婚禮是一個較傳統的所在，我想要婚禮推動一個案件，你愛結婚，人才感覺你是正常人。所以我因為安尼，我真正有結婚，所以我有結過婚，我嘛離過婚，我知我無適合，唔是迄人無好，我感覺是無適合，是我的問題。我家己的考慮是，我感覺婚姻唔是愛情的保證絲啊，唔是我結婚了，我愛情就一世人攏幸福美滿嘛。所以為什麼一定要結婚？而且唔是好嘢人的飯碗歹芳，任何人的飯碗攏歹芳啊。啊，我若要努力去拍拼去對人好，為着是啥物？為着要伊對我好，啊，我不如一開始就對我家己好就好，我創啥要去對別人好，佮伊來對我好咧？所以對我來講，有結婚無結婚真正無重要，而且我自一開始。我今年35歲，我80年出的嘛。我感覺我的人生本來就無需要婚姻安尼。啊，我即擺有生囝，我感覺我足驕傲的是，我即擺咧婚姻有一個獨立的冊店，我是真正做着多元性格的部分。阮兜有全婚姻觀上要求的同性戀同志，啊有一個適婚的中年的男性，佮帶一個囡仔，伊就是我的伴侶，愛甲我生一個囡仔，安尼。我即擺狀況就是安尼。那麼他對阮族咧講的這種制度，你敢有需要？你敢有開始意識講，這囡仔來中大，吼，啊，伊即擺是姓廖還是姓楊？姓廖，姓廖嘛，吼。啊，你的這個應該叫你的伴侶啦，你的 partner 啦，吼，伊敢會要求講無咯？我嘛愛姓楊一個啊！我一開始就講好啊，我講這是我的主姜，我生出來，我有法度補償，就是要對我生，無他講，伊講好啊，我就該生呢。啊，敢有講姓廖姓楊？無，嘛無嘛，就是我的禮物。啊，伊嘛無主張嘛，吼。啊，伊會感覺講我的手尾要互這個囡仔嗎？我講我家己趁下伊就好啊，你趁你的，我趁我的，我下這個囡仔就好啊。啊，你也免想？免想啊，對，你若較巧，無啦，啊，若是一旦我唔是甲你救啥物啦吼，若是一旦吼方魂不切，啊，有當時是來不及吼，安怎都安怎，啊，這邊安怎？我其實感覺阮逐工攏在討論這個問題。哦，你有真正咧討論？阮逐工在討論，因為英國啊，然後其他國家，比利時啊，嘛攏有，就是有伴侶的這個制度，相關的制度。而且你看法國最早就開始做啊，30年前開始就有啊，因為有需要嘛。像阮兜的幕僚，伊是同性戀嘛，伊是有承認的啦，有公開的啦，所以我會當講的。伊就甲阮講啊，伊攏甲阮住做伙啊，毋過伊的阿爸、伊的媽媽，甲伊的厝內人攏住喺台北。啊！伊講住咧婚禮的，毋過一時一刻，伊要簽啥物物件，愛阮簽，阮敢袂當簽，阮袂當簽。我的囡仔、我的貓仔、我的狗攏愛伊比我愛我較濟，所以我所有的物件攏聽伊的啊，所有我人生攏聽伊的。安尼伊要安怎？我的囡仔要食啥物，攏是找伊，攏毋是找媽媽的。所以今日若是有一寡代志，伊要安怎甲我處理，完全是無法度的。今日其實毋是干那是查甫查某、男性女性的問題。是因為這個家，什麼人是真正生活做伙？咱來保障的，毋是這個婚姻關係，咱來保障是誰甲誰大做伙。我感覺這是我上深刻最要緊的代志。因為阮最近發生一個車禍，我袂當幫伊簽啊，因為我毋是伊的真正的法律上的迄個看守嘛，我毋是啊，所以我真正幫伊簽啊，無法度的呢。所以伊要安怎？毋過伊嘛無厝內人啊，基本上攏大家攏50幾歲，攏大人啊，攏家己出去外口啊。想要幫伊簽，想要找，會當找無人啊。啊，結果咧？結果，這就是一個地方較特別的所在，因為大家攏相捌啦，都會較放水一寡寡，就親像頭拄仔講的嘛。你一個查某囡仔，我獨生仔，我無嫁出，我生這個囡仔，我的戶口，我的爸爸要叫啥名？其實叫啥攏會使呢，這是一個 bug。因為我咧講，我咧病院，我咧中山，我咧台中生的嘛。啊，因為伊要去辦一寡文件。伊根本都跟我無關係哦，毋過攏幫我辦好啊。重要的是，爸爸的命是阮報的，所以我今日若報某咪人，就是某咪人啊。所以根本都伊袂去甲你驗 DNA 啊。所以這是一個袂歹的 bug。就今日我若生一個囝，我想要報伊是啥物人的戶口，去到報上就好啊。其實毋免傷煩惱呢，我感覺這是一個袂歹的 bug。這但是後手會產生一寡後手的問題哦。對，會有一寡足大的問題。吼，這說來吼，品業吼。你在
什麼立場，還是講你看到什麼台灣真正社會的需要，所以你會來支持這個多元伴侶的制度？因為即馬即個無共款的關係，就有一種叫即馬嘛有多元伴侶、多重伴侶，無就是開放式關係、開放式婚姻。啊，我是感覺進步的國家就會互大家有無共的選擇。啊，我感覺這選擇袂講破壞迄以前的傳統啦，因為你要婚姻關係，你就會使選婚姻關係。但是即馬有一群人，伊要選特別的這種伴侶關係，伊無這個選項。啊，就是即馬你會感覺講，親像某一種民間團體講，無哦，這敢若病毒的，這會傳染，這袂使。迄就是人的心內的恐懼啊，親像100年前就一夫多妻嘛，啊，迄當陣的人講哦，一夫一妻這什麼魔鬼鬼怪的什麼制度，但是100年後這變正常，所以我感覺是你有一個選項，啊，這選項無講一定會破壞舊的物件。啊，這個咱應該咱三位咱大部分攏有共識吼。但我要甲你請教就是講，在社會制度面，你感覺有啥物好處？好處就是大家選擇就較濟啊，就是有法律甲你支持，甲你保障。嘿，即馬就是親像拄啊，迄玉賢，伊的有的狀況就是袂使，就法律就簽名無法度啊，什麼啊。係啊，伊即馬是無得選啊，但是以後我感覺進步的國家，伊就會互大家攏有得選，你選你適合的，你選你介意的。我應該要回頭來問你，啊，互伊來回答，就是講，譬如講你若選調，啊，到時陣要報這個，咱這叫做啥物？政治人物就要報家己的身家財產的時陣，財產申報啊，要報啥人？報我啊。報你家己啊？就講我家己爾，就是我個人，我就是我家己啊。啊，但是到時陣對手會可能甲你攻擊講。一定咧攻擊啦。無咯，啊，你這本身這細菌先生就是恁實際翁啊，伊哪會無報？啊，你攏洗錢洗去遐，啊，你這要安怎？我感覺這吼愛有一個新的概念甲想法，因為我感覺這個社會對女性就無公平。就是講，為什麼一定愛咱攏是別人的，就是咱攏是別人的第二個選擇，就是咱唔是，咱就是獨立的一個人嘛，咱有咱的主體嘛，所以我感覺就是愛等來講主體這個代誌，甲這件代誌無什麼關係，就是我是我的主體啊。來，我請伊來幫你回答，你感覺呢？伊講伊就是伊有主體性，伊唔是某物人的附屬品啊，但實際上在政治上。就發生這種攻擊嘛，啊，而且咱平常講，嘛是有必要講，甲你規家口走的人嘛有可能，其實唔那是安尼嘛，你的助理嘛有可能替你洗錢啊，安怎都安怎，啊，你認為咧？預選的狀況啊，我是感覺 PACS 喺法國的，這 PACS 伊的精神就概括入面啊。伊講的伊的主體性，這 PACS 本來就講，查某人生囝啊，無爸爸，愛爸爸主動去甲政府講，我是這個囝的爸爸，才會當做伊的爸爸。啊，無人出來宣告就無爸爸。我是感覺 PACS 就適合迄預選的狀況安尼。我是感覺。可能台灣人的傳統觀念啊，嘛要就固化的，可能會講一定愛一個爸爸一個媽媽，啊無一個爸爸會安怎。這我是感覺阮會驚，因為咱自細漢就唱泥娃娃呢。嘿，但是這是會使改變的啊，但是這改變呢，不代表舊的物件愛丟掉。愛等去糞掃桶，伊會使共存，
我是感覺這 PACS 伊的精神就是共存，啊，你有選擇權，唔是講舊的物件愛放掉安尼。哦，因為這牽涉到真濟社會權利啦，所以咱這個阮就會使講。我先請律師吼，咱林律師。因為這個物件會牽涉到，譬如講父母之間互相無保障，吼，啊囡仔呢變做講，要麼你是配偶，要麼你是完全無親屬關係的青婚人哦，有可能是安尼哦，吼，就是爸爸可能媽媽突然間過身，啊。伊也無去做迄個認親，啊，我對你也完全無權利，我也無法度來監護，啊，你就無法度就變做，我就算講我即馬要對證，這第一敢有法度，第二，這內面還佫存着啥物？夫妻存落來這個財產的分配，啊，甲免稅贈與這種物件。這有通啊透過親像法國的這 PACS 這種鋪排簽一個契約，啊，莫講認定講恁這到底是夫妻還是啥物？你認為現狀台灣敢有可能來做到這？若是講做伙生囡仔的部分啦，毋管有結婚啊無結婚，其實爸爸會當經過即個法律上一個認領的一個。手續甲即個囡仔，就是講登記講，這嘛是我的囡仔啦。所以講，若是講媽媽家有啥物狀況，還是講爸爸家有啥物狀況的話，其實法律上即個囡仔攏甲即個爸爸嘛是有法律上的關係甲權利啦。啊，毋過你較這是囡仔的部分，你較拄仔講的若是講一般來講，阮夫妻，比如講離婚的時陣，還是講其中一個人過身的時陣，會有財產分配的問題嘛。啊，毋過即個部分個是足濟，譬如講，阮一世人做伙，毋過無結婚的伴侶，個無法度去講。我即馬我當做是共翁婿，毋過法律上無關係。即個人過身啊，我需要甲伊去我若是有即個權利，也是無去甲伊分財產，法律上是無啦。當然講，伊嘛是會當講，即個翁婿佇咧過身之前，伊嘛是會當講用。遺囑的方式去甲伊的財產留一寡，互伊的阮講牽手好啊啦，毋是講法律上的太太，阮講牽手安尼。啊，毋過伊若無即個觀念，無即個做法，其實即個甲伊一世人的即個牽手，伊佇咧法律上確實伊的保障佫足少的安尼。這是現在的問題無對啦。是，那麼我講的攏極端的例啦，吼。譬如講虐待，這虐待的時陣就一方虐待，啊一方看到想要甲解救吼，啊確實伊可能因為無現在這個制度，伊無法度介入，干那質疑，干那厝邊隔壁囝是大人講，你毋通安尼，啊無迄個法律手段通好來介入，只有通報這個社工安尼來處理，是毋是安尼？你是講即個囡仔毋是伊生，毋過伊看袂過的即個生父還是生母去甲即個囡仔苦毒安尼嘛？是即個意思？是。其實法律上確實有一個問題，是伊法律上伊就是陌生人啦，所以伊較毋過伊會當去甲社工講，還是講安怎？毋過確實是伊就是陌生人安尼。這無法度救濟嘛，吼。現在應該是較困難。哦，因為這是因為對凱凱案來的吼，凱凱案內面對這個凱凱上有情的是啥？是迄個甲照顧足久迄個年母想要甲照顧啊，但是第一無佫繼續有這個計劃，無這錢，啊想要甲收養，也完全法律上完全無法度，就是變做安尼。雖然這種例真少啊。但是我認為，這個制度如果若會當照顧到安尼的人，我感覺佫較有意義，毋那是多元性的爾。毋知律師你的見解？若是安尼，其實較早有一個電影是我們的影帝莫子儀演的啦。啊，伊的故事嘛是，伊去照顧甲伊無血緣關係，伊前男友的囝甲媽媽。
啊，毋過其實法律上伊是無權利去對因做啥物代志，也是講，比如講像較拄仔講的，若是因看病去醫院要去簽物件，伊其實是無即個權利的。啊，毋過你會當講因兩個因三個無血緣的關係，因個伊對即兩個人的愛就是假的嘛，毋是，所以真濟時陣有遮的狀況要去解決的話，其實即個法律是會當去思考的一個方向啦。哦，所以整個來講，你對咱台灣如果要行向 PACS 這個方向，莫講照抄啦吼，這個方向你感覺徛在律師啊個實務上，你感覺愛注意啥物物件？其實真濟個時陣是嘛是愛去考慮着講，台灣應該講這去研究，阮去甲參考的時陣，可能也愛去看覓，比如講台灣即馬的少年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因在意的代志是啥？比如講較拄仔講的嘛，是其他來賓講的，兩個人結婚，有當時也是兩個家庭在做伙，迄冤家相拍攏有可能。啊，毋過如果阮若是有一個制度，互無需要兩個家庭遮爾 close 的做伙的話，無的確會當去提升着生育率安尼啦。毋過這個是愛去看台灣即馬無想要結婚的少年人在意的問題到底是啥安尼，袂當講完全照抄啦，因為本來佫無共款啊。好，律師你暫等者線頂吼，我先來請婉珠來講吼。你做這個研究，而且你就看講，法國的 PACS 有一寡好處，嘛有產生一寡問題。尤其譬如講，因在2022年，2023吧吼，全面實施這個伴侶收養制度。這個收養制度內面，還佫有制定講，年歲差傷濟袂當收養，吼安怎拄安怎？因安怎來制定這個法律？這個過程有值得咱台灣通來參考無？伊安怎來制定這個過程，我無法度講到真詳細啦。啊，毋過咱其實會使想一件代誌，就是因為講實在，法國甲咱的思想嘛是差真濟。啊，大家若是知影咱的迄748釋字748婚姻平權這個法案，迄陣大家咪攏講啥物？咱這個法案實施了後擺安怎拄安怎？結果這個代志攏無發生咧，遐安怎拄安怎攏完全無發生。啊，毋過即擺開始有人會想講，有個人開始出來講啊，像我之前咧看到一個朋友查甫的，伊講人問伊講啊，你哪攏無結婚？伊講啊有啊，我有啊，我有結婚。啊，恁某誒毋是哦，迄是阮翁。啊，人迄大哥迄都愛聽到講，吼，安尼嘛是袂歹，後擺有人通做伴，就是咱即個法國的即個 PACS， 就是你。像咱即擺不是你講的做伴這件代志，到底結婚是為着後擺大家要做伴，還是為着原因是啥物？咱上頭先的原因是啊，咱若是咱這兩項安尼同齊來講，我感覺其實咱台灣無一定愛去參考講法國人安怎行的，還是安怎。啊，毋過咱敢若想咱台灣就好啊。咱若是想講後擺愛有一個人通做伴，像阿賢的狀況安尼來講，啊，咱法律面頂閣會使有一寡保障。因為即擺其實，就算咱講婚姻這件代志，大家慢慢甲伊看做講，毋是講像較較傳統安尼，敢若為着結婚而結婚，咱是為着，咱甲當作就是一個公平的方向，就是講咱有契約，啊有契約，咱後擺會使，迄稅會使留較少的，啊會使減這減迄安尼。大家互相鬥相。嘿，對，有這種感覺，所以。即擺是這種講法。即擺開始，台灣開始行這個方向啊！啊，大家愈來愈少年，啥喏大家感覺結婚毋免，因為啊，我都過了好好啊，這就是一種公平的想法。啊，你有感覺家庭的功能減少了，會較啥物事袂？其實無，我感覺迄啥物事的方向是無共款。你真正去問，我毋知影。我之前捌看過一個研究啦。婉同老熱，但是是真寂寞。對，你尤其是。查甫男性愈老的，會愈感覺愈寂寞，因為伊長期可能佇外口做工課，啥物的啊，尤其有誒，像之前有人研究講，爸爸攏去外口，有誒是出國，甚至是咱早期有真濟是去中國安尼，啊，迄種誒轉來退休轉來了後，甲
咱甲厝內台灣甲某囝其實攏無啥物，人講連結。所以其實迄種誒，咱你要講一個人敢會較寂寞，無一定哦，伊可能真儕朋友啊。這另外一個議題啊啦，吼。係啊，對。但是在你咧講的時候，我就想到一個問題，要甲玉賢來討論，就是講，其實咱來去看日本時代戶口草本吼，真儕台灣的這個過去的人啊，吼，真儕出樣，就過就是姐姐的囝啊，我來飼啊，無就是別人的這個地橋後的來。哦，我甲你過養，啊，無就是新婦啊。其實這咱叫野濟啦，吼，擬制血親的，其實足濟啦。咱應該在想講來過去這種代誌，用制度性來個解決。我認為這個方向應該是可以，尤其像譬如講你選區在分林，真濟人會當啊個。老一輩人啊，佫真了解這種制度啊。恁阿姑就甲我無血緣啊，但是就自細漢伊就過房來啊，吼而且這是地橋後的啊，完全無血緣的關係啊，嘛有這種的啊。真卡，其實嘛有真濟時大人是會當接受的哦，敢是安尼？我感覺吼，咱大家攏感覺講哦，真卡，我感覺攏講烏名話呢。其實啦。有足儕物件，包括迄種748通過的時陣，阮婚禮攏綁布條啊，講什物748若通過，會無人叫阿公阿嬤會絕囝絕孫，啊，你若選若某米人，你就會絕囝絕孫，無阿公阿嬤無囝兒逝世，結果攏無發生嘛。結果阮有一屆辦迄個彩虹大遊行，就是我辦阮婚禮的第一屆。我原本想講吼，慘嘛死啊！有人議長甲我敲電話講，你嫌你票傷濟遐，你敢辦這種活動，啥物的？毋過因為我知影我可能無法度連任，我若無辦，我一世人可能有一寡為難，有一寡艱苦，有一寡遺憾，我就辦啊。叫一個大哥，哦，伊叫辦的哦，毋過伊足水的，伊也整起來就規個媽祖婆超水超帥，毋過伊若無化妝的話，伊就是光叫辦的人員，足帥這樣子。有一天伊就穿迄暴露裝，媽祖暴露裝，行喺街仔路，阿嬤有講。哎喲，這媽祖敢會當穿安尼？伊早也是媽祖，袂當遮暴露，吼，就是安尼。毋過伊早也毋是伊查甫穿查某的衫。啊，有一個伯我講，多謝你，我30年無看到阮囝，你互阮囝轉來遮，我無想過伊這世人閣有機會轉來婚禮。所以其實婚禮人毋是袂當接受呢，是咱的講法。上重要是一個阿嬤，伊85歲，伊看到迄個媽祖婆穿暴露裝，迄個媽祖婆行過去。伊個孫仔就害羞的來在邊仔，伊直阿嬤毋敢看。伊講囡仔，你來甲遮哥哥姐姐講一聲多謝。伊做着阿嬤45年前毋敢做的代志，伊邊仔牽一個女朋友65歲。所以對我來講，遮物件毋是講地方免接受，是咱講的方式。像咱講咱的伴侶的制度，像阮即幾工仔因為車禍的問題，佮加上我的伴侶佮有一個後生11歲。我就甲講啊，恁爸爸若安怎吼？咱即擺到底是要安怎？你等於你阿嬤遐嗎？我袂等於阮阿嬤遐。我講你要安怎？啊，你講你袂好好收養，伊袂好好收養，因為我感覺即擺即個時代愛重視囡仔的看法。伊3年來阮兜，伊就甲我講，你甲我爸爸莫結婚好無？我講安怎遐？伊講對我來講，媽媽即個名詞毋是足正面的啊。伊是用較古錐的講法講啦。伊講我的生母啦，安尼用華語講，伊講我的生母啊。你若甲我收養，我也毋是狗啊，毋是貓，你想要甲我收養？所以咧，伊的想法內底，收養這項代志是動物啊才會當做的，伊也毋是動物啊。你若甲講，無咱來做一下公司。哦，毋過伊即馬要學我的無聊收養哦，阮全婚姻館上要求迄個家有無？伊要學收養哦，伊敢會煮物件好食？伊講要學收養安尼，所以安尼要安怎？所以我感覺這個伴侶的制度是咧保障咱帶做伙的人啊。所以伊毋是講，伊從咧法國一開始咧實施的時陣，咧30年前，伊要做着即件代志，伊毋是講咱是做伙的人，咱是夫妻，還是咱是啥物男女朋友，毋是呢？伊是要照顧咱做伙生活的人啊。所以我感覺咱會當來思考一下，當然每一個制度攏有伊的問題，可能會加重咱社會福利的負擔。但是咱是毋是會當來想看覓有啥物配套？像頭拄仔咱如講的，就是配套做了若好，咱就有機會當向前行。你睇講到即項個社會福利吼，我來請教咱品彥吼，你長期咧關照即個題目，若是譬如講，即社會伴侶吼，
因無即個制度的支持，到時陣長照要登記到因的處理哦，伊個在因所組成的即個養的即個單位內面，因是無法度來承受，甚至無法度來申請長照，去到因的原生家庭哦。你敢有想過即個題目？有，拄啊，阮講的啊，包括你問的這啊，我是感覺這法國的 PACS 會當解決足儕問題，因為我感覺是拄啊有討論到嘛，以早時陣，阮常講就領這囝啊，領這查某囝安尼無血緣關係，但是我感覺伊有一個精神就是民主精神，大家講好，大家有簽一個契約啊，有小朋友未成年，伊就會使有專業人員協助評估，安尼大家講好，簽一個契約，我是感覺這就會幫助有需要的人會使選迄種契約，符合家己的需求安尼。我是感覺我想講，法國的這 PACS 的精神啊，是一種契約精神，伊會保障無共款的人。難道婚姻唔是一種契約精神嗎？但迄嘛是啊，但是法國的 PACS 唔是排斥婚姻，伊是共同成立、共存。但是有一群人，伊講我無愛婚姻，因為婚姻傷壓力傷大，伊無愛遮濟限制，伊愛選一種較輕的，就是這種 PACS 法國的 PACS 這伴侶制度。哈，這就是替代性的思考啦，吼。我要請教律師在線頂吼。有。那我做了一個整理吼。PACS 我小等請婉珠來給咱小解吼。我有整理講 PACS 甲婚姻差別在哪裡吼？一個是報稅，報稅就是講哦，原則上攏有當共同申報、共同課稅，雙方面社會福利的認定咯，收入都有當入即個家庭津貼，住即個房屋的即個補助，這有可能差真濟哦，吼，煞來。共同生活責任，這因兩個人去分落春車吼。但收養現行法律之下 ，PACS 伴侶甲已婚的夫妻攏能共同收養子女。PACS 是遺失財產的分離，有是講你特別愛寫，大家才安尼，無是分別的。婚姻制度是原則上較接近婚後財產共同制。咱目前即馬咱台灣，其實你婚姻的人，你嘛會當。在婚姻的時陣寫好清楚嘛，是毋是安尼？對毋對？阮若講到婚姻的財產，會當講分做三種啊。第一種是法定的，就是你若攏無決定講啊要安怎，就是法律講。法律講其實就是家己趁的，平常時攏是你家己的啦。比如講，我趁的是我的，阮翁趁的是阮的。毋過若有一天我甲阮翁要離緣的時陣，阮就會去算看賣講，阮結婚偌久啊？這段期間啊，我若趁的錢，我用，比如講我的薪水，還是講我的投資，存落來有偌濟，阮翁偌濟，去算一個數字，迄差偌濟，中間愛除以2，安尼這叫做夫妻剩餘財產分配啦，這是法定的財產制。毋過你嘛會當，嘛當去決定講我自結婚開始，雖然講阮兩個人要結婚，毋過我甲我的財產。自頭到尾攏是我的，你的財產自頭到尾攏是你的，所以你的財產甲我無關係，我的財產嘛甲你無關係，這嘛是一種方式。你若要共同嘛是會使，毋過共同財產制真正是阮較少去拄着安尼啦。這台灣的這個財產的制度其實是足儕種的安尼。好，這是關於這財產咯吼。那囡仔的監護權呢？監護權的部分，除了我頭拄仔講的嘛，這個看爸爸遮要去甲即個囡仔去認領無？若認領了，當然嘛有監護權的問題啊。恁家會當決定講即個平常時即個照顧即個囡仔是媽媽還是爸爸？若是有問題，毋管因有結婚也無結婚，法院攏會處理安尼。恁兩個講會好就好，安尼講袂好，兩個人講會春車就好嘛，吼。
但是這裡面有一條吼，有一條特別是遺屬的年金啦吼，這是法國的，因為 PACS 頂頭講生存伴侶吼無遺屬的年金啦，就是講你甲一般的婚姻關係無共款哦，符合條件會當請領，這是婚姻裡面哦，但是這是在法國的情景哦，因為咱台灣無這個所謂的這個遺屬年金這個名項啊，但是又各式各樣的這個年金可能保險啊啥，伊若無簽，而且是講會當比較哦，你若有這個制度伴侶制度，會當比較到你是你的遺屬，啊會當來做繼承，還是講無，你都要特別簽才會使。那你的主張，你的想法？其實若像較多講的啦，這台灣基本上一定愛有婚姻的關係，才有可能去摕即個物件啦。啊，毋過閣像我較多講的，其實真濟人就是，譬如講老來看呢，我可能前半世人去拄着的人無介好，所以我離婚啊。後半世人我拄着一個袂歹人，啊，毋過阮兩個攏驚嚇婚姻，無願意閣結婚啊。啊，毋過即擺可能嘛做伙幾廿十年啊，到一個人要先走的時陣，才發現有即個問題。其實是對留落來迄個人介無公平的代志啦。這阮嘛拄着足濟安尼。這坦白講嘛是一個 bug， 毋過毋是一個介好的 bug 安尼。所以若有一個機會，有一個制度會當去保障遮個人，其實嘛是一個袂歹的代志安尼啦。哦，我會挑工問這個問題，就是互大家來思考，多方面來思考。這毋那是干那為着講啊，你這少年人啊，你安怎多安怎？這對着社會安全網是全面性，你來檢討，你來想講啊，閣有做一寡浪棒，通好來互保全啦。哦，律師你再簡單一下句吼，我互婉子吼，在你所研究的這 PACS 裡面，有啥物較特殊的，其實是無適合咱台灣來所用的。無適合咱台灣用。好，因為我也看半工，其實攏還好，只是講咱來小就要變巧，哦變卡者。譬如講啊，因為遺屬年金，啊，咱是要安怎來處理，啊，要安怎來鋪排，啊，若是簽這個，因為咱咧簽這個保險的這個物件的時陣，嘛會當指定啊。對啊。啊，其實嘛會當指定啊，其實這是無差的嘛。對。哦。啊，那其他的部分呢？其實我感覺，目前咱來看法國即擺制度面頂來講，咱台灣無啥物袂使比較。啊，毋過有一件代志，咱可能台灣人較無較好接受，就是伊有誒像應當講歐洲啦。其實你會使一個人講，我即擺要終止契約，我即擺咱兩個莫做伙啊。啊，你要終止一個人講就會使啊！我感覺這對咱即擺東方的人來講，還是講咱亞洲的人來講是較，我感覺咱可能較無法度較安怎講，較輕鬆就講咱來分手，咱就來分手安尼啦。啊，毋過咱若是這個伴侶制落了後，因為咱婚姻，咱台灣即擺若要離婚，其實無法好留你來啦，不是攏愛上法院啊，因為除非恁兩個人講好，一定是較無問題。啊，毋過若是無拄好的時陣，其實較無法好講話安尼，就一定愛去話。在法國有人為着這 PACS 來拍官司嗎？其實若是不管是倒一種制度，只要你有紛爭，一定會拍官司，這是無法度徛免的。但是就你來講，伊這 PACS 有大方面就講，我要終止。啊，毋過這咱講好的時陣，咱要簽契約的時陣，咱講伴侶制，咱兩個去登記的時陣就知影，大家攏知影。所以我感覺這有小可制度帶咱的社會甲咱的觀念向前行的感覺。咱可能較放袂落，啊，咱若放袂落，咱可能愛開始透過這個制度。你即擺我若選伴侶，咱有每一個人做決定攏有家己的責任嘛。所以我簽這伴侶制，我就愛知影講，我可能有一天，我另外一半。感覺伊想要分手的時陣，伊就會使決定會使分手。只是講咧分手了後，你像法國伊較有問題，就是你單方面的你講要分手，這個財產後壁一定有一寡無拄好的。除了錢以外，一定嘛是有一寡財產啊無拄好的所在，迄可能愛擱另外一步愛擱講愛擱拍官司安尼。啊，這一定是不管是婚姻還是任何的制度攏會拄到。攏會產生嘛吼。對啊。
就敢若一個公司共款嘛。係啊。有限案若是如果，我是講萬不然會發生在你的身上，你必須愛你是較贊成單方面，還是講無按兩個情同意合，來合意才會當來離言，才來簽，還是安怎？對，作為一個新時代的女性，我當然是單方面。我若講要結束，我希望就會當結束，因為我一定有是愛想好的嘛。因為咱是攏是大人啊，咱要做一個決定之前，咱一定為着囡仔，而且還有兩個囡仔，我是兩邊的囡仔攏有。咱是要共互相照顧、互相鬥相共的。因為咱有一寡代誌，有一寡人，咱有落濟的時陣，咱就是互相幫忙的。咱一直咧講制度上的問題。毋過其實即個 PACE 啊，就是一種民事的契約啊，契約會當檢討啊。像你去簽咧中華電信，你的手機啊，台灣大哥大，是毋是3年愛續約？咱的 PACE 有即種應該有種制度吧，會當續約吧，會當講3年，咱會當改變啊。咱可無定，我頭先想這個問題，就是是毋是會當講3年？有暫收條文啊。對，暫收條文就是講咱3年是毋是咱來收一個講，你閣要繼續續約無？你感覺有透動無？對不？是不是會當？這袂歹啊。阮事是不是有這會當有做這個做法？我唔知有這個研究無？目前是無看到安尼啦。所以台灣若要做，咱會當問律師講，咱是袂當用一種要簽個手機啊續約迄種。就算做開口合約啊。對，開口合約，會當試看賣。哦，嘛是譬如你安尼，你有3個口呢？我是感覺這不是真正單方面，阮拄仔有討論到嘛，伊可能有共有財產啊，政府無可能互你單方面財產就安尼，我講的就算，你愛協調出一個兩個人攏會使接受的方案安尼，所以阮講這單方面是一種傷偏頗的講法啦，因只要有共有財產。一定愛協商出一個方案，才會使真正。這叫符合民法的精神啦。嘿，我是感覺這種制度啊，就較無迄關係裡面，阮叫釘子戶。因為什麼台灣的結婚愛離婚就難的嘛，有的人就擺爛，就講我就無想要離婚啊，你要安怎？但是這種啊。就會使互一寡人伊重視迄契約精神的，就阮咧關係責任感足強的，阮講的話就愛算話，阮可能一段時間會使調整。我是感覺我就贊成這種款。我以前有一個伴侶，就是阮拄交往的時陣，阮講一個月來看一擺，阮適合還是無適合。我是感覺這就會加強大家佇這關係內底的責任感，袂講我結婚我擺爛攏無要緊。我是感覺這是一種積極的制度，會使互一寡人伊想要用這種做法，伊有選擇權。袂講我進入婚姻我就變成墳墓安尼，我出袂出來。我是感覺這種精神真好。我是我應該來請教阮主啊，就是婚姻到底該 PACS， 如果你倆攏真尊重互相，那麼到底有所不同的所在，應該只有因為婚姻有牽涉到姻親意義吧？無其他的其實攏會當咱即擺做的，攏會當照搬佇 PACS 頂頭啊，就是講咱財產嘛會當結婚的時陣就是講好。夫妻財產分好，而且安怎都安怎，其實是共款，只是講無迄個姻親加即個，但是迄屬於就 folklore 的，你買當買插啊，這到底有即個必要性無？如果你若是結婚的人，我就講好講，簽的時陣講，恁兜的即個我是攏袂去哦，你會記在會調的，安尼敢有可以？其實咱若真正講無即個必要性，我感覺嘛無啥對，就是講足濟人其實你結婚之前攏講咱就是大家攏兩邊攏講好啊，某講我這比如講我
過年的時陣啊，我就是我就無要去恁大家大官伊遐，無要煮菜，無要甲恁鬥相共，我要來倒來阮厝後頭厝安尼。足儕人攏進前講好的啊，問題是講好就哪裡講好的，你真正拄着的時陣，就是無法度。啊，毋過即個伴侶制，伊就是互你一個較自由的方式。啊，講正實在，咱若是一開始制度咱設定，咱就是講啊，人這就是較自由的，咱這就是契約，就是民事的。啊，就像咱頭拄仔講的，這是責任。一種責任啦，咱已經講好啊。你若是決定入去婚姻，咱就知影講啊，咱可能後壁有遐個咱講的倫理道德，啊，咱愛排一家伙啊安尼。啊，毋過咱若是驚伴侶，咱就較無即個問題。啊，毋過嘛毋是講完全攏大家真無情啊。咱伴侶無姻親的關係，毋過咱嘛是共款會使甲人對方的家庭保持友好的關係啊。有很幹嘛？我感覺是，我感覺咱，我感覺配毋是，伊毋是一種法律的議題，伊一種保障的溫度，安尼，一種溫度。但是，譬如講，你若甲囡仔係爸爸伊會教，